嗱，如果後生仔喺廣州住到呢套房咧，一定開心到飛起啊！嗱，攝影師數數外邊，外邊推窗就係珠江嚟㗎啦，呢風嘩嘩聲入嚟啊，幾舒服啊！呢個景都值100萬啦！嗱，再睇翻過嚟我哋呢個客廳嘅位置，嗱，約埋朋友仔，掛埋個投影儀喺度，周6日嘅空趴都 OK 啦，幾有 feel 啊！嗱，再過翻嚟呢個位置嘅。嗱，開放式嘅廚房，嗱，有啲朋友仔問我，喂，公寓用電嘅啫喎，但係呢個真正用明火通天氣㗎。嗱，重點嚟啦，外邊就係珠江廚房，都望到江啦，幾有 feel 啊！嗱，呢套房嘅話咧就50零方嘅啫，咁啊做咗2房嘅設計嘅，咁啊好過你住老破小啦，係嘛？咁啊呢個位置翻到珠江新城先10零分鐘嘅啫，琶洲又係10零分鐘。喂，有啲小姐姐問我啦，喂，而家喺附近租個單間仔啊，都3、4千蚊一個月咯喎。嗱，即係如果你話又想喺廣州置業，又唔想太大壓力嘅話咧，呢間就啱晒你啦！成個海珠區性價比最高嘅複式波庫。嗱，呢度位置咧，小姐姐做直播嘅，我哋就有個直播間或者搞衣帽間都 OK 嘅。嗱，再入嚟呢套房睇睇。而家咧，因為佢係做咗一個衣帽間一個房間嘅。如果你話想多個房 OK 嘅，幫你定製裝修。嗱，佢呢間房咧，目前係放咗1.8米大床，都好舒服噶，活動空間夠晒用噶啦。嗱，再睇翻我哋呢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，3個人一齊沖涼都冇問題啊！嗱，中意呢套房嘅，先我幫你立低佢。